样就走了，咱们追不上了。是，追不上也要追。金哥，你熟悉街道，你带路。有条小路我知道，这边，走。到哪儿找？ 会
阿古，你看，就这样。明白了。阿古多，快上啊！有点像啊。哎，阿古多，别死人！看见没？这样的，这样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。哎，银哥呀，总以为自己满腹经纶，其实呢就是一句话，翻来覆去说个没完没了。哎，非也，既是励志名言，就要天天念。昔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苦其心志，报了家仇，雪了国耻，青史留名，那是千古传颂。哎，如今呢，我们也算是长安五少侠，哎，身怀绝技，心存高远，何以不惜端盘洗碗，逢迎时刻，为将来成就大愿也？可谓是波斯酒楼赞妻身，只待来日步青云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这脱口而出的2句如何？不咋样。我觉得还行。哎，嘿嘿，我同意童哥的，不咋样。那你论说几句？哎，你以为我没念过书就不能论说啊？没念过书，我听别人哼哼过。哎，你说的那个越王勾践，我就听说过，人家卧薪尝胆是因为有国仇家恨，想干啥要干啥，是清楚的、明白的、实在的。哎，你要干啥？你清楚吗？清楚吗？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实在吗？对呀。步青云，步青云，把自己步到天上去了，到半空了，啪，掉下来会摔死的。哎，好。你们还别说啊，这铁哥说的也有道理。哎，非也，非也，所谓步青云呢，只是一种比喻。哎，既然铁哥不懂诗词歌赋，自然不知比喻为何。我们呢，虽无家仇国耻可报可雪，可是我们要做功成名就之人的心，还是清楚实在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谁说没有家仇啊？水哥就有。依我说呀，咱们要做什么大事儿啊，就先为水哥报仇雪恨。对，比你那个步青云实在。哎，水哥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了，是一伙了，为你家人报仇伸冤。我铁哥保证一马当先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明着打不过就来暗的，一个一个收拾，直到把那伙强盗收拾干净，一个不留。哎，我童哥也是。啊，我也是。你以为我不想报仇雪恨？我想，天天都想。但是我也会想起一玄道长的话：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就没有报仇雪恨的资本。可现在有啊，水哥，现在不是你一个人了，是我们5个人。对呀，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咱们一起去找那伙强盗去。不行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水哥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咱们是歃血为盟的兄弟呀，是兄弟就是亲人，比亲人还要亲的亲人。你的仇就是我们的仇。依我看，银哥的那个步青云太虚，不如报仇实在。对，就这样，报仇报仇，先为水哥报仇，流血丢命，在所不惜，对吧，童哥？对，没错。哎，铁哥此言有欠厚道，好像我银哥只管升官发财，不管兄弟情谊。水哥的事儿就是我们兄弟的事儿，自然谁都关心，对吧？对。可是，怎么报仇？去哪儿报？凶手是谁？现在何处？哎，就连水哥自己都不知道。
水哥，我说的可是实情。不管怎么样，该发生的都会发生，想躲也躲不掉。总之啊，我相信一玄道长跟我说的话，心怀杀气，会迷失心性，所以啊，他要我养清正之气。没错，你们看看一玄道长说的话，这才是真正的高人。你们听听人家说的，养清正之气，走正道，求取功名才是第一位的。如果我们以后能成就功名，不论文武，哎，咱们也就有了为水哥报仇的人力跟财力，这不矛盾啊，对吧？对，不矛盾，当然不矛盾。现在的矛盾是空想跟实干。你看看，咱们几个每天在波斯酒楼，一边端盘端碗，一边空想空论，端得再好，想得再棒，那到头来不还是得端盘端碗吗？要我说呀，空想就不如实干。咋实干？每天端盘端碗，多留一点时刻当中的达官贵人。哎，要是攀上了，说不定以后就是咱们的伯乐。那要是能交上朋友，那就肯定是咱们的伯乐了。哎，拉门子，走关系，啊，那咱们不就发达了吗？这话我以前可是说过的啊。哎呀，这叫举荐，知道吗？有高人举荐，哎，咱可就算是踏上成功的终南捷径。哎，终南捷径你听说过吗？啊？哎呀，就走近路嘛。怎么说话像背书一样？都别打嘴仗了。总之啊，大家说的都没错，功成名就也好，报仇雪恨也好，这远路近路啊，得有它合适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机会来呢？咱们不知道，所以啊，我们还是管好现在的事情，多端盘，多留心，少空想，多干实事。来，练功。水哥，水哥，水哥，来了！什么呀？机会来了！这个人独坐一桌，喝酒如流水啊，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赛马，穿的、戴的，那长的、拿的，手持一把龙泉宝剑。哎，等，等什么呀？快点啊！说了半天，我还是没听明白，到底是谁啊？你去看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个人气度非凡，不是达官，就是显贵。是不是啊？还能骗你啊？快点啊！哎呀，快点，走。
是凤凰还是麻雀，是大鹏还是乌鸦，就全看你的眼力了。是大鹏是凤凰能怎样？是乌鸦是麻雀又怎样？装什么糊涂啊？是凤凰是大鹏，咱就攀上去；是麻雀是乌鸦，就把它轰出去。哎呀，赶紧去吧。好。哦。哎。啊。睡着啦，轻一点。学士帽，宫锦袍。哎，咋样？咋样啊？咋样？怎么样？好像是个翰林学士。你别好像啊！就是翰林学士。翰林学士是个啥？大官小官？你说他是官吗？没有官品。你说他不是吧？好像也不对。专门给皇上草拟诏书，皇上出游随侍左右。哦，那不是太监吗？太监。太监是管皇上生活起居、后宫嫔妃的，那是皇上的家奴。翰林学士可是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之人。哦，对，他骑了一匹白马，还在槽上拴着呢，配图案件都很讲究。哦，每日可以跟皇上见面说话，那不是大官也是很牛的人呀。要是他能在皇上面前美言咱们几句，想想，你们想想，咱们还担心没有安身立命、建功立业的机会吗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攀。哎，那要是攀不上呢？哎，攀不上也要攀，软硬兼施，知不知道？走。哎，童哥等等，轻点，不能这么莽撞，要攀就得耐心一点，等他醒来再说。等他醒来？你看他喝了多少酒啊？他都醉了，估计要明天早上才能醒来呢。水哥说的在理，他要是睡到明天早上，咱们呢就等到明天早上。就这么傻站着等着？哎，咱们先合计合计，怎么个攀法？依我之见呢，如果是翰林，要攀附就得略懂文墨。那不正好你来吗？我那点文墨哪够啊？待会儿一张嘴全忘了。哎呀，你别忘嘛！就是这不由人啊！我一紧张就全忘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就叫狗肉上不了正席。哎，平时的时候舞文弄墨，关键时刻称狗熊了。来，你看，人家是翰林学士。那翰林学士咋了？咱们攀的就是翰林学士。英哥，你能用多少力就用多少力，争取别忘，行不行？我保证不全忘，行吗？行。还有，他身配一把龙泉剑，估计是精通剑术之人。哎呀，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不是还有水哥和金哥吗？你还有啥担心的？上，走。行了。行了。他醒了。酒呢？说话。菜呢？人呢？散伙了？没散。我们在此恭候先生多时。若是先生还有雅兴的话，我们愿意陪先生喝酒谈天。对，陪先生喝酒谈天。这酒钱呢，我们出。对，酒钱我们出。敢问你们是？水哥，波斯酒楼醋房醋公兼跑堂，给先生上过酒菜。金哥，波斯酒楼洗碗工兼跑堂的，也给先生上过酒菜。银哥，波斯酒楼酒水工，先生喝的30壶酒，每一壶都是通过我的手上的桌。童哥，
波斯酒楼正式跑堂，为先生上过一道菜。铁哥，波斯酒楼马房喂马的，先生那匹白马喂得很好，我给他上的全都是精料。哎，哼，50年少今世东，银鞍白马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？笑入胡姬酒肆中。知道这首诗？快呀，上！敢问先生吟的可是当朝诗人李白的诗？你知道李白？啊，知道，当然知道。人称诗仙，写诗写成了神仙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！啊，当朝写诗作文的，要不知道李白，那岂不是白活了？哦，那你见过他吗？没有。哎，人家是神仙，我当然见不着了。你肯定也没见过。哎呀，未必呀。啊？你见过？你见过？你见过诗仙李白？你们想了解李白吗？想。来，坐下，我跟你们说。这个李白呀，说之前我先问你们，我今年喝了多少酒啊？30壶。30壶，那不叫喝酒。李白每次都是喝酒一斗，才能写出华彩诗篇。嘿嘿，有酒吗？有。哪儿呢？哎，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！那是当然。哎，下酒菜要吗？要。刚才那位胡姬，啊，就是跳胡旋舞的那位胡姬。赛马。哦，他呀叫赛马，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好啊，赶紧把他叫来，他就是下酒菜。不懂，回眸百笑生，一笑醉春风。胡姬添酒胜似佳肴，可谓是秀色可餐呐。铁哥，你看他像翰林学士吗？水哥，我和童哥都觉得这个人不像翰林学士，像酒徒色鬼，你留心点儿。立刻坐实他的身份，以免上当。坐实他的身份啊，上当了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对，没有，秀色可餐。可餐。耶，既然是秀色可餐，那就赶紧把他叫来。哎，先生且慢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先生应该是位翰林学士。你怎么看得出来？学士帽，宫锦袍。好，那我问问你，你们说，这戴学士帽、穿着宫锦袍的人，这朝中能有几人？手。想好没有？嘿，想你们也猜不到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当朝只有6人，而我就是这6人其中的一个。嘿嘿嘿嘿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。没怎么回事。没事。那酒呢？胡姬呢？你们这是在跟我耍把戏吧？我们没耍把戏，我们的酒是给翰林学士喝的。哎，对。哦，这么说你们觉得我不是翰林学士？我们之中有人认为你是假冒的。
为什么呢？那我这宫锦袍，还有我这学，哎，在这儿呢。我戴的也是学士帽，可我是假的。好一个梁上君子，好身手，好玩好玩。你说要说李白，哎，又要什么胡姬陪酒，还说什么秀色可餐，哪里像个翰林学士？对呀。这一句秀色可餐，我这真翰林就变成了假翰林，真学士就变成了假学士。那看来我这句话是说错了，请五位小哥见谅包涵。但我很想知道，你们为何对李白情有独钟？哎，你问我们想不想知道？我们说想，我们想你就说嘛。现在该你说李白了。好，你说了李白，我们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一位真的翰林学士。是真的假的有这么重要吗？要是真的，那我们就攀你做朋友。哦，可要是假的，就把你轰出去。看来我这李白还是非说不可了。那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说完李白之后，咱们再喝酒。你们能把胡姬叫来，这酒我喝；你们请不来，这酒我不喝。你们看，行不行？行。那我就跟你们说说李白。李白其人，可谓是人间少有啊，天下有才一旦，李白独占八斗。生性狂妄，清高自负，好诗，好酒，好剑。20岁，仗剑去国，辞亲远行，踏遍大江南北，尽收天地之精华。嘿，骑马垂杨下，沿北大道旁，天边看绿水，海上望青山，史称谪仙人，斗酒100篇。再跟你们说，来。李白应玄宗皇帝亲召入朝，供奉翰林，陪侍所用。入朝那天，玄宗皇帝是将冕亲迎，以7宝床40余钱亲手调羹。我问你们，这样的风光，当朝谁人敢有？嘿嘿，为求诗篇，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。对方杨玉环为之研墨，提笔成章，遂成《清平调》3首，曰：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取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此其一者何如？群玉山者，西王母所居之处。瑶台者，西王母所居之宫也。我说李白才高八斗，自言不虚吧？那你们说说，我是个真翰林，还是个假翰林？先生，你怎么把他说的跟天上的神仙一样啊？谪仙人，谪仙人，那是天上的神仙，不是地上的凡人。那这么说，你是他的同事，还是他的同僚啊？老熟人。哎，那能帮我们引荐引荐？我们想请他喝酒呢。对呀，对呀。你们请他喝酒，那我呢？一起请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可有一样，我好请，请李白可不好请。他可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呐！骗人！坊间传言我们可不信，和事实有出入。明明是天子一呼，哎，就上船，来了长安嘛，
写诗作文了吗？当翰林学士了吗？对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那是酒喝多了，不省人事的时候。等清醒的时候，皇上一叫，他就得来呀。他要不来，脑袋就没了，那还怎么喝酒写诗啊？嘿嘿，李白还有好多诗没写呢。所以啊，皇上一叫，这不就来长安了吗？哼哼，到了。哎，先生留步。这酒还没有喝完呢。不喝了。哎，先生留步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你这个朋友，我们攀定了。明哥，上。我写了一首诗，想请先生听听。你会作诗？对，他会写诗。对，会写诗。好，那你说来听听。我呢，改了一首李白的诗。怎么？我改了一首李白的诗。你改李白的诗？我改李白的诗。你敢改李白的诗？我改的就是李白的诗。好。你说说。哎，说说啊。长安少年西市东，金盘银碗度春风。欲向翰林问去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。嘿嘿嘿嘿嘿。你这诗改的呀，要是让李白听见，也会仰天大笑，拍案称绝。好诗。哎，您可知其中寓意？当然知道，你们几个都是少年才俊，想考取功名。好，为了你们这个理想和志向，你们几位小友，我交定了，3日之后我们还在这儿喝酒。那李白也一起来？当然，一言为定。那我们置酒等候。好，好，告辞。告辞。好，别忘了，一定要胡姬甜酒。哦，秀色可餐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来，去，靠背。抢。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哎，继续呀！天长啊，他说这段我就特心烦，现在听起来特顺耳。继续。哎，你们看一个啊，双指朝天，现在4指朝天。你看，像啥？不知道。像不像村口那牛鼻子老道？要是翻了白眼就更像了。你翻一个。这像老道吗？你看你这样啊，你看你这样啊。这是标准官的姿势啊，而且是文官，正7品以上。我的飞龙鞭呢，虽然可以破风斩月、征战沙场、立功受封，但本人志不在武而在文。做官当然要做文官啊！你们去做你们的武将，我呢在朝中为官，诸位在疆场为将，可谓是内外呼应，相得益彰，珠联璧合是也。哎，刚刚结识了一个翰林学士，还没攀上呢，你就做这么好的美梦啦？嗨，励志明年，
念破了嘴，端盘端碗端断了腿，为的就是这么一天。噫吁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谁说的？李白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谁说的？李白。入朝无门，登天无路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举杯消愁，愁更愁啊！奈何？如今呢，皇上一纸诏书，哎，成了。翰林学士随侍左右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教的是名流显贵，这叫风光，这叫功成名就啊，童哥，这可不是卖弄。有他李白之前车，就有我辈之后辙。原以为结交名流、攀附显贵难之又难，没想到10壶酒就摆平了个翰林学士，还要与更牛的李太白喝酒论道。哼，有2位翰林学士给皇上举荐，正合皇上酒酣，一句话一高兴，咱就成了，跟李太白一样。该文的文，该武的武，既是兴邦，是光宗耀祖啊，没准还能青史留名呢。哼，这难道是做梦吗？分明是功成已在眼前，名就只待春风啊！这难道是做梦吗？啊，春梦也不过如此吧，是吧？说得好。得了吧，你们都功成名就去吧。我只有一对袖剑，2只贼手，是不会给官的。就是给官了，我也当不了。求个衣食无忧，自由自在，心满意足，就算了。哎，我也算了啊！我不是文墨，我是一放羊的，从小就喜欢打弹子，当不了官儿。石哥、金哥、银哥，你们去当你们的官儿啊！自暴自弃，自暴自弃，自暴自弃啊！做兄弟的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我入朝做了官，能让你们流落街头吗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这话我可是说过的啊！哎，你们是得道的人，那我和童哥就是随你们升天的鸡狗啊！对啊，说法而已，何必在乎呢？哎，银哥，你还没说你刚才那4指朝天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童哥，你别打岔，银哥要发感慨了，你让他赶紧发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我是入朝做官，志得意满，感慨万千，如箭在弦上，我不得不发呀！哎，铁哥，铁哥，你看他真像要入朝做官一样啊，还是个武官。来发，让我们听听。来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嘿嘿，这不是我的，还是李白的。哎，你能弄点自己的东西来显摆显摆吗？有现成的，何必劳心费神呢？是吧？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那点文墨呀，都是套用别人的，自己的呢没有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没有啊？什么意思呀？瞧不起你的意思，唾弃你的意思。我呸！我还瞧不起你呢！我呸！我呸！呸！我呸死你！你个臭放羊的，没文化！都别说了，没文化！别闹了，还有完没完？好了，说正事。金哥，你说。我觉得，银哥说的没错，做美梦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咱5个好不容易攀上个翰林学士，是咱们共同的运气。咱们呐，得同心同德，为将来打算。我决定了，为2位翰林学士置酒，不但要置酒，而且还要置好酒。这酒钱，我们出。同意。还有，要请赛马，不过赛马搭不搭理，这阿普都会不会不高兴？这我不敢肯，但是我已经答应人家，赛马必须要到场，这咋办？这件事情交给铁哥了。哎，水哥，咱们一起去，你正经商量，我胡搅蛮缠，啊！为2位翰林置酒，笔墨纸砚可不能少。如果能让李白留下一首诗，凭他的诗跟字一样能火。同意。慢点，这笔墨纸砚上哪儿去弄啊？买啊！水哥，咱钱不够啊！你看，给2位翰林学士置酒得花钱，将来人家给咱拉关系找门子，咱也得有所表示啊，得省着点。依我之见，笔墨纸砚跟酒菜一样重要。
绝对不能少。其实啊，咱可以不花钱。啊，这个呀，铁哥办得到。对，我愿意呀。不就是去一趟环保斋吗？3天不用瘦身啊！我好长时间没用过了，正想试试呢。水哥不同意吗？水哥，水哥啊，云中来，风未歇。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街。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世间。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胡旋泪，寻故野，善恶不待天地决，一曲长。